今次4月16號，星期三記谷草夜賽。今期為大家帶嚟兩場，必須要留意嘅那馬，俾大家參考下。兩場都唔係熱門騎師，獨贏都有10倍以上，所以更加值得提供俾大家參考下。當然，仲會分析埋其他馬匹俾大家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場馬。先嚟第一場，第5班100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一場記零簽係16天邊阿貝夕陽回。第一隻先提供冷馬就係2號辣德架勢，現時獨贏為11倍。故事中夕陽西下，田家外記兒童紛紛騎牛犢回家，而馬名當中家字就係騎或者乘嘅意思。而零簽呢一句天邊阿貝夕陽回，夕陽西下，群鴉紛紛回巢，翱翔於天際，所以第二隻明顯地就係12號鑽色翱翔。山崗外傳來了不停在吹奏嘅笛子聲，此為多也，故第三隻就選9號標之多多。最後木笛的調子忽長忽短，忽高忽低，自由諧和，充滿了快樂，故此最後一選就係7號快樂奇兵。總結一下第一場，第5班1000米草地，心水解讀分別為2號辣德架勢、7號快樂奇兵、9號標之多多同埋12號鑽色翱翔。接住落嚟就睇睇第4場，第3班1200米草地。今場記零簽係第43簽，只因夕間露天顏。值得大家留意嘅冷馬係3號嘉鷹掌聲，現時獨贏為12倍。零簽故事中，韓月忙於奔命，非常疲倦嘅時候，更遇上大雪湧塞南關，人馬受阻於途。意解為不停上升嘅積雪，所以先取3號嘉鷹掌聲。韓月夕間露天顏，直接就可以理解為撼天二字，故第二隻就選1號撼天鐵翼。韓月被貶廣東潮陽後，為了趕及上任新的潮州勒使，必須日夜趕程，人不離馬鞍，快速地可取馬鞍記馬字，再選就係4號電圓之駒。最後一選，韓月忙於奔命，非常疲倦，此可理解為對神色嘅描述，所以就選5號勇威神駒。最後亦都總結一下第4場，第3班1200米草地，心水解讀分別為1號撼天鐵翼、3號嘉鷹掌聲、4號電圓之駒同埋5號勇威神駒。祝各位好運！